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这摆 Lisa 要带大家来去旧金山耍一天。我住伫旧金山湾区已经10几冬啊，介生也未做过旧金山的影片。这摆 Lisa 进步为台湾来找阮佚佗，顺势嘛带大家来旧金山溜溜咧。讲到旧金山，其实阮足袂爱开车去的，因为遐路细条、歹开搁歹停车，所以即摆阮包车，请人载阮去佚佗，顺便帮伊拍一个广告。阮即摆的导游是一位台湾人，伊有咧做包车旅游，要家己安排行程，请伊带你去，也是要交互伊安排，拢会使。另外，伊嘛有机场接送的服务哦。若是想要知影要安怎联络伊，会当 message 我哦。第一站，阮来到 Koi Tower， 这是旧金山上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。这座塔有差不多64公尺，外观是长圆条形的。去入到塔的上顶悬，会当看到包括旧金山金门大桥、鱼林码头、恶魔岛等等有名的景点。不过真可惜，阮去的迄天电梯歹去，若要去哩，就要爬楼梯，阮这笨大人就放弃啊。不过因为这山顶，所以风景嘛是袂歹，同款会当看到鱼林码头甲恶魔岛哦。我后边遐就是恶魔岛啊，迄边是鱼林码头。听讲，因阵恶魔岛伊是有提供烧水的，因为边仔的海水足寒的，若提供烧水互犯人洗，因就较袂走出来啦。这后壁就是旧金山遮有名的九曲花街。这条并不是普通的街仔路，伊会当讲是全世界上弯翘的街仔路。伊正式的名是叫做 Lombard Street。因阵住伫旧金山遮的华人，看到这条街安尼弯弯翘翘，就受到华语有一个9曲18弯的词。这街仔边仔阁有花，所以就甲这叫做9曲花街、九曲花街啊。九曲就是弯弯翘翘的意思，并毋是只有9个弯哦，这其实敢若8个弯尔。这就是旧金山艺术宫。伊是1915年建造的历史建筑，原本是为着万国博览会要展览艺术品所临时建造的。展览结束了后，本来是要拆掉的，不过旧金山市民感觉实在是收水，所以就保留落来啊。这艺术宫内部展览的所在，有时阵会借互人去办活动做展览。之前阮朋友就有招我来遮参加因公司的尾艺，内底创那甲夜店的。这内底平常时是袂使入去的哦。不过这外口的部分拢是开放的，在地人基本上就当遮是一个公园，会来遮散步运动。旧金山金门大桥会当讲是旧金山上出名的所在，嘛是全世界有名的桥。我后壁这就是旧金山大桥，不过今日雾较重，所以看无啥会到。阮转去到厝的时阵，阮进步摕网络顶悬金门大桥的相片来问我讲，咱今仔日啥怎无去看金门大桥？我讲咱有去哦，我搁摕相片互看。阮进步就讲，我看到的哪会无共？这内底就是 Ferry Building 啊，就是坐船仔的所在。较早遮桥还未起好的时阵，要去旧金山的北部还是东部的话，拢爱伫遮坐船仔。不过即马桥起好啊，坐船仔的人就愈来愈少啊，所以这内底有改做一寡卖物件的店。即摆来到鱼林码头啊！鱼林码头是旧金山上出名的所在之一，
普通时就真热闹啦，所以嘛真歹停车。来这有街头表演通好看，有餐厅通好食饭，嘛有商店通好洗，买伴手回去。另外，阁会当看海狮晒日头哦。最后一个所在就是 Ghirardelli Square。Ghirardelli 是旧金山真有名的巧克力豆。在19世纪的时阵，有一位意大利人移民来到这个所在，伫遮创立 Ghirardelli 这个巧克力豆品牌。在1893年的时阵，买下这个所在来做工厂、仓库、办公室。后来因搬厝，甲遮卖掉，来接手的人就将遮改做综合商场，招一寡店甲餐厅入来。今要来遮食，我感觉遮上好食的冰啊！逐摆来到旧金山，阮就一定要来遮食冰。阮感觉伊的冰是规旧金山上好食的。买进前会当先请因，互恁试食几个口味哦。阮推荐沙提卡尔苗。好，我是 Lisa， 即摆的包车旅行就到遮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